嗱，記得喺今年咧上半年啦，慕尼黑音響展期間啦，咁其實 Casus 咧都發表咗佢哋咧最新嘅一部咧線性供電嘅 P9。嗱，嗰條片咧，我記得出街之後咧，我哋真係收到唔少朋友問我哋啊，喂，嗰部 P9幾時有得買啊？咁樣。嗱，而家好消息嚟啦，咁啊，廠方咧終於確定咗咧 P9 會喺今個月，亦即係10月尾咧正式到貨啦。今次呢部 P9 啊，咁其實就喺咧上一代嘅 P8 嘅基礎上邊咧作出全面嘅升級嘅。咁啊喺線路啊同埋設計用料方面咧，其實廠方咧都做咗好大幅度嘅提升嘅。咁啊，首先喺外觀方面啦，咁啊 P9 其實沿用翻咧 P8 同一樣尺寸大小嘅機箱，不過喺個機背後邊咧就有個大驚喜啦。嗱，咁啊因應而家好多師兄啊咁啊中意玩地盒啦咁樣。咁 P9 嘅背面咧，特登係加咗一個咧連接地盒嘅專用位置。嗱，呢個設計咧真係唔單止係好貼地啊，而且係好鬼貼心添啊！講到最重要嘅重點啊，咁當然係佢嘅規格升級啦嚇。咁啊 Casus 表示啊 ，P9 咧係專為串流音樂而設計嘅一部 LPS 啦。咁佢用咗咧雙獨立輸出嘅設計啦，咁同時間咧係可以俾咧兩部器材使用啦。咁呢個設計嚟講咧係可以咧有效減少翻咧器材與器材之間嘅一啲數碼干擾嘅。而喺輸出嘅電壓方面啊，佢係支援到咧由5伏去到24伏咁大嘅，咁啊基本上咧已經係 cover 晒而家市面上大部分串流器材啊同埋配件嘅電壓要求噶啦。咁啊最特別係咧，咁因為因應翻而家好多嘅器材，例如 NASA、Volta、Roomcore 等等啊，咁嘅器材都係好鬼大成。而 P9 嘅 Zone 2嘅輸出電流啊，竟然係可以高達7A 咁高啊！咁啊完全係可以餵飽晒呢一紮器材啦。咁以而家市面上嘅同類產品嚟講，暫時係冇對手嘅。最新一部 Casus 嘅 P9 啊，咁啊預計會喺咧10月尾咧正式到貨。咁由而家開始去到10月尾之前啦嚇，咁我哋會有一個咧9折嘅早鳥優惠。嗱，數量有限，過咗就冇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快啲 WhatsApp 翻呢一個電話同我哋同事留貨啦。